宝岛眼镜40年，邀您一起送进偏乡。您配一副，为您捐一副。宝岛眼镜。记者最近在网络上发现有一间非常知名的眼镜行，深获网友的喜爱。而今年刚好是40周年，除了有许多专业服务与潮流商品之外，更举行了许多的公益活动。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来探索的呢？就让我们来看看吧。连锁眼镜第一品牌宝岛眼镜成功创新转型，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给顾客，更重金引进全方位视觉检测系统和数位光学显像系统，专业服务加上专业器材，全方位去帮助顾客深度了解眼睛目前的状况，给顾客真正需要的建议。超越部分眼镜行只要求快速成交的方式，宝岛眼镜希望透过专业的力量去加成守护顾客的视力，在配镜前先就眼睛进行检测把关，想带给顾客的是有温度的完整服务。这样真的对吗？不，有没有发现每一副镜框不管大小角度其实都不尽相同，所以个人化的调整也非常重要。宝岛眼镜的极致焦距定位仪就是解决个人化的眼睛焦距与定位，为客户量身打造适合佩戴的眼镜哦。宝岛眼镜有够贴心，一般在门市隐形眼镜都是不能试戴的，但只要透过宝岛眼镜推出的 AR 体验服务，就能一目了然知道隐形眼镜佩戴后的颜色及造型，真的超轻松就能搞定。透过 AR 试戴也不会有卫生上的问题，而且不止隐形眼镜试戴服务，在家也能透过 iSmart 即时试戴各种镜框，一副换一副，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商品。这么方便的试戴服务，是不是让人非常心动？除了贴心考虑到年轻族群的购买偏好外，这几年来宝岛眼镜一直在捐赠眼镜给台湾的弱势族群，尤其今年40周年特别深入偏乡，不辞辛劳的主动将爱靠近，为了就是帮助他们能够看得更清楚。庆祝40周年里程碑，宝岛眼镜将爱延伸，雷朋光学镜框加拟控镜片，整副配套好，只要5480元，而且使用 iPlus Pay 行动支付，除了现折500元之外，还有累积点数及发票载具等多项功能。同时，宝岛眼镜40周年，只要配一副眼镜，宝岛眼镜就会捐一副到偏乡，消费也能做公益。不仅如此，宝岛眼镜每季都会推出新的联名镜框，不管是时尚潮流还是名牌经典，选择真的非常丰富，可以满足各种消费族群，让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眼镜呢。宝岛眼镜真的不愧是宝岛眼镜，在台湾深耕40年，维持专业服务，搭配最新的技术与推陈出新的时尚镜框，而且持续公益回馈社会，绝对是适合全家大小的眼睛好邻居。